歡迎大家同 Ada 一齊做呢個簡短嘅呼吸練習。首先，我哋揾一個舒服嘅空間，可以係坐喺度啦，或者企起身。我哋先瞌埋眼，畀自己鬆下個膊頭，鬆下條頸，揾一個中正嘅位置，畀自己整個人條腰微微挺直，雙腳着地，但係整個身都係放鬆嘅狀態。先做5個深呼吸，鼻吸，口呼，呼氣盡量拉長，而且我哋希望係大聲呼出嚟。每個呼同吸之間都畀自己停頓一下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先呼晒出嚟先，停一停，盡量吸入最多嘅空氣，停一停，再大聲呼出嚟，再吸，畀空氣停留喺自己身體裏邊，再大聲呼出嚟，呼晒所有嘅壓力，再深呼吸，再吸入輕鬆，呼出緊張，再嚟多次，呼走晒所有壓力。而家我哋做返正常嘅鼻吸鼻呼，繼續吸入輕鬆，呼出緊張。每個呼同吸之間都畀自己停留一下。繼續放鬆，專注力可以放喺你嘅鼻尖，感受空氣一呼一吸喺你嘅鼻腔裏邊，空氣嘅流動。慢慢你嘅呼吸會越拉越長，越嚟越放鬆，每一下都係吸入輕鬆，呼出緊張。任何嘅想法、思想跳出嚟，我哋只需要觀察佢，繼續將專注力放返喺自己嘅呼吸。繼續專注放鬆，放鬆，放鬆。每一個吸氣係將平靜、幸福、喜悅、感恩，所有嘅放鬆、舒服嘅能量注入我哋嘅身體。每個呼氣，我哋將所有嘅唔舒服、繃緊、酸痛，我哋唔需要嘅情緒、壓力，全部經由我哋嘅呼氣離開我哋嘅身體。
繼續享受放鬆嘅呼吸，好好享受呢個平靜同專屬於自己嘅時間。我哋畀自己做多10個呼吸。如果思緒突然之間發現飄走咗，只需要輕輕提自己返返去專注放鬆嘅呼吸，慢慢我哋將我哋嘅意識，仲有呢個呼吸練習裏邊嘅所有舒服嘅感覺，帶返返嚟去我哋現實嘅空間。今日將呢份平靜、喜悅、幸福、放鬆，所有舒服正面嘅感覺，帶住佢同你一齊度過今日，將佢傳染畀你今日見到嘅每一位生命。慢慢我哋返返嚟呢一個空間，擘大眼。我哋每日可以一早起身都做呢個簡單嘅呼吸練習，希望佢能夠幫到你放鬆解壓，亦都有一個方法更加關注自己同愛錫自己。多謝你哋同 Ada 一齊做呢個呼吸練習，感恩大家。